继续来看总统大选上新的民调，侯友宜拼过瓜分铁路。这是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，在三卡都的状况下，侯友宜的支持率21.9%，赢过瓜分铁的21.7%。这是侯友宜第一届爬到第2名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讲，这是慢慢回到侯友宜应该有的支持度，但是敢若赢瓜分铁一丝丝啊，也是爱继续来加油。啊，是毋是支持郭台铭来选总统咧？有41.5%赞成，45.9%无赞成。市长，昨天你的民调有回到第2名，但今天还是第3名，怎么看？记者伫问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拢无应，因为昨暝公布的民调显示，伫三脚督的情形下，民进党赖清德得到35.7%的支持率，侯友宜21.9%，甲民众党的郭文哲2.7%，差不多是拍成平手。侯友宜头一摆爬到第2名，也毋过早起公布的另外一份民意调查显示，讲赖清德以33.4%领先，郭文哲排第2名，侯友宜嘛是第3名。他现在已经逐渐回到原本他该有的民调，些微超越柯市长，但是我们绝对只是认为目前我们是蓝营的回流，我们还要继续的加油。把手机加市话2个去做大概等值均值的去做平均，会是一个我们比较会采纳的一个做法。那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独立参选美丽岛电子报的民意调查显示，讲赖清德依然保持第1名，侯友宜甲郭文天两人以18.9%拍平，郭台铭支持率12.9%排上尾名。另外一份民意调查，赖清德依然是上悬，郭文天19.5%第2名，侯友宜14.8%第3名，郭台铭11.8%嘛是上尾。台湾民意基金会表示，讲有41.5%的民众希望贵党的独立参选，也不过无希望有45.9%。民调百百种，而且起起伏伏，在这样的民意趋势跟走向底下，他该做什么样子一个决定嘛？好，那每个人都有参选的权利，我们这边都尊重大家。民意调查结果排第4名，这敢有符合郭台铭的期待？这唔知影。这嘛，和郭党的未来敢会宣布参选总统，充满变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